咁約定你先，我哋聽晚再見啊。OK， 拜拜。香港電台新聞報道。晚上8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。全國港澳研究會喺北京舉行有關行政主導嘅專題研討會。中央港澳辦、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致辭嘅時候表示，實行行政主導係實現特區高效治理嘅必然要求，有利於提升政權機關嘅功能同埋效率，靈活應對各種風險挑戰。行政主導喺一國兩制實踐中總體運行順暢有效。